好，咱开始读。好，就25页第3章开始吼。是。好，落尾一个厝边入来看，拍算因2人，呵，2人2拉，应该是吼，好2人假是电工，了解。等者，所以讲头前是出现什么啊？伊是讲伊个阿华甲伊个家务事伫吟诗哦，好，安尼了解。厝边拍算因2人假是电工，好，下晡时家务事常常去泡大埔行游，好，了解，行游顺机会啊，顺机会，这个机干嘛爱是第一声第一条，顺机会甲饲牛囡仔学讲话啊，了解，甲饲牛囡仔学，应该是机会对。第一条才对。好，来，起头，起头因唔敢话来，了解，该无事摕是表，互因看，对迄点，互因看。对迄碟了后，无国惊。好，迄个时表是啥物？时表敢是 watch？我咧想就是安尼啊。好，时表有即个讲法哟，时表。我毋捌听你也讲。是古早的讲法。来咧，查一个看卖。若是诶，就是时表，伊讲是手也是怀表。若是咱事上讲表，敢就是是安怎讲？手表啊。好，安尼了解手表啊。时表就是手表啊，吼。因为即卖表啊，较含义讲无挂伫手诶吼，一般是拢挂伫手诶，所以才讲手表较准。古早人才会用迄个时表。我看华语就是讲是怀表，pocket watch。是好，继续来看，好，所以讲伊是用表去甲囡仔，互囡仔看安尼。好，囡仔就无国惊。讲去城啦，吼，城。去城是啥物？城囡仔，城就是去引诱惑，叫做城。好，起来，我来记起来。城囡仔，好。城查某。所以你毋是敢若囡仔会使城吼，任何拢会使城吼，城狗、城鸡是啥物？台语顶的例句就收查某城查某查甫，遐水要城人，是安尼意思。米城鸡吼，臭草城好神吼，查某城查甫吼。是遐水要城人。对，就是即个城里，所以即个城里是台语内底一个足好用的一个动词吼。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来。好，好，伊就无国惊，反转爱就军医。所以即个城囡仔吼，就是会使安尼讲。用手表、用时表去城囡仔来。城囡仔来。继续。好，该无事将因所讲的写伫簿仔，到下昏时，甲阿华练习饲牛囡仔所讲的。好，遮个饲牛囡仔的中间有一个来信主，
刷嘴，刷嘴，刷嘴，刷嘴啊，了解，刷最团队，团队伊个名，所以团队是一个团队，一个名词。最团队是迄个名，好，刷最团队伊个名，好做，即个做，反正变做另外一个教育部的大路，好，好做淡埔，了解淡埔，好，台湾话较会晓得讲，该无书带。等者，我来研究即句好。台湾话较会晓得讲啊，了解意思啊好。该无书带阿华去归人，煞请伊讲互归路的人，归路的人听。归路敢就是迄个归市。对。归市的人好，归路的人听好，因为迄时侪人为人为地讲要看讲要看番啊，有诶真恶，毋是真 OK，有诶真恶。阿华头壳淡淡，看人做点点，毋敢讲。了解。有的人真恶，嘿，真恶，不是真 OK 恶，就是真恶真劣的恶，那个恶。恶霸，恶气气，真恶。好，阿华头壳淡淡，看人做点点，做点，即个敢变调，做点点，毋敢讲。看人做，所以点点唔敢讲。了解，所以跟做应该读本调。看人做点点毋敢讲。了解。该部书就讲，咱来三甲吟诗，我认我我认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好胆干净道理。好，干净是啥物？干净就是干正，干就是干涉的干，净就是见证的净。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干净道理。好，迄点阿华徛头，好胆干净道理伫世俗人的面前，对迄日了后，这日敢若变调？迄日了后，也是迄日了后。所以讲日，嘿，免读本调，好，免变，嘿，好。对迄日了后，伊无阁惊，就一世人，即个世应该是第三条吼。一世人，一世人，一世人，伊好胆报用主的福音。迄个报用了解报用主的福音。好，继续吼。迄日伊所讲是无几句。第六是讲伊有信上帝，伊听从耶稣，这敢若是第七条。耶稣好，耶稣好，耶稣应该是第一条啦，第一条写着。耶稣写着耶稣嘿。耶稣也是耶稣本地就是第五条，应该是第一条吼。你是讲第一条哦？耶稣啊，系耶。就是耶是耶第五声无对，第五声嘿。迄我叫耶稣的耶是第一声，变调变第七声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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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。你安尼讲我真真，毋知是到底是
一般是修第几条？我看一下，我手头一本圣经，新约圣经耶稣。嘿，印象中敢若是第一条的款，进前咱读迄个出死线。我看拢是第五声呢。第五声吼，呵对。呵。我看圣呵呵，经白话即个巴克利版圣经拢是写做第五声牙。原来是安尼，呵呵。但是读的时阵变成爱变调嘛吼。变第七声，嘿，有变调是变第七声耶稣。耶稣，好，了解。耶稣，好。听趟耶稣，好。何西不无利益。利益应该是第四声利益，好。这是头摆台湾人伫北部做主的干净伫正人的面前。干净哦。干净哦，所以讲伊即个声调飘应该是飘第三声才对吼。应该飘毋对嘿。是第三声干净伫正人的面前。是。好，长长的一段，毋过词无较难。好，咁来读一遍。路尾即个厝边入来看。拍算因两人敢是电工。下晡时，该牧师常常去泡大埔，行游，顺机会甲饲牛囡仔学讲话。起头因毋敢活来，该牧师摕时表互因看，对迄牒了后无阁惊。反正爱就近伊。该牧师将因所讲的写伫簿仔，到下昏时，甲阿华练习饲牛囡仔所讲的，遮个饲牛囡仔，的中间有一个来信主，煞做传道。伊的名号做淡普。即个较早吼，较早一开始即个白话字的发展的时阵吼 ，CHH 和 TS，CH 和 TS 呢是拢有咧用。哦，对，敢有听过即个代志，嘿是。后来才规气拢改做共一个 CH，就是伊敢若是 CH 用伫个，比如讲。IU 的 O 就对贵个头前，TS 用另外，就是看你后壁接的母音是啥物啦。哦，是。要用 TS 还是 CH，后来就拢规气拢用共款的。嘿是。台湾话较会晓得讲，该牧师带阿华去归人，煞请伊讲互归路的人听，因为迄时侪人围着，讲要看番仔，有诶真恶。阿华头壳淡淡，看人侪掂毋敢讲。该牧师就讲：咱来三甲认死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好打干净道理。迄碟阿华举头，好打干净道理。伫世俗人的面前，对迄日了后，伊无阁惊，就一世人，伊好打报用主的福音。迄日伊所讲是无几句，大约是讲伊有信上帝，伊
疼痛耶稣服侍不无利益。这是头摆台湾人伫北部做主的工作，伫众人的面前。好，继续吼。好一段好，该部书有教示伊几若项，亲像读圣经、研究道理、甲淡薄天文了解淡薄天文，有一日该部书摕100地图，地图了解100了解100地图了解，100就是迄个单位数，好100地图，伊看着世界遐大，台湾遐小，伊真大奇怪，好了解意思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好。该部书有教示伊几若项，亲像读诗、读圣经、研究道理、甲淡薄天文。有一日，该部书摕100地图，伊看到世界遐大，台湾遐小，伊真大奇怪。好，继续吼。起头，好，起头伊毋知基督的意思，总是有缘欢喜，甲该部书早暗守家庭的礼拜，还是修，敢若读本调，还是爱变调修，好，应该是本调吼，就免变调，修定个礼拜，不，爱变调修了解修家庭的礼拜，了解。有一摆拄咧祈祷的时，一只鸟入来，看见灶骹一尾鱼，就跳要去甲伊。阿华目睭金金看，大声喊鸟，煞入伊，鸟着惊，鱼紧放伫涂骹呢，走对外面出去。好，迄个入鸟啊，敢就是去掠迄个鸟啊意思。是，你了解？鸟啊无鱼通食。好，继续阿华鱼搁捡起来钓起来，迄个意思，钓起来钓，才搁入来规咧祈祷，规咧祈祷，了解？祈祷好，总是伊学什么真快，算是在前的人，敢是逐项快了解，了解。所以讲，迄个应该是在前的人，敢是好在前的人。到点好，在前的人，逐项快了解。若是袂晓学两味就话，若是袂晓学两味就话，了解？第173本调和173。是毋是？我拄则要甲你纠正的是，迄个你读做100，毋对，100。PAT，你读做是 PAK。
你读做 PAK 是毋对的，读做 哦， PAT 嘿，应该是 T 才对，好，PAT 八，安尼八嘿，八，对对，一百，你是讲100度吼，七你看我这个100度，迄个百，嘿，迄个八嘿百就八是 PAK 是吼，K 好，啊 PAT 是就八，PAK 嘿，好，八八八是八啊一百一百173，安尼八这爱173定定练啦，这无173错吼，这是嘿嘿，加 K 173嘿是173好，第173三拼五音3SAM，三啊嘿，合对三对对，合喙合度嘿， 173嘿对对对，安尼就标准了，五173和173五天拜堂起好，诶，干嘛找等一下过来找好啦。五天拜堂起好，嘿，有派严清华去遐做头做团道，了解。到即时，伊已经有引带伊的老母甲家内来信主。好，是，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？然后起头伊毋知祈祷的意思，总是有缘吧，有有系啊，缘吼，看起来加一有缘题，嘿，有缘欢喜甲该牧师早暗守家庭的礼拜，有一摆拄在祈祷的时，一只猫入来看见灶骹一尾鱼，就跳要去甲伊。阿华目睭金金看，大声喊鸟，刷入伊，刷入伊，鸟就惊，鱼紧放伫涂骹里，走对外面出去。阿华鱼搁捡起来钓，才搁入来跪伫祈祷。总是伊学什么伊学什么真快，算是在前的人，逐项快了解。若是袂晓学念咪就话，伫173五股坑拜堂起好，有派严清华去遐做传道。到即时，伊已经有引带伊的老母甲家内来信主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页27页好，7页好，论团道理真有细面，所讲干节哦，第8条好，干节个分对对对，变掉了，我无讲，对干节，敢是干节？哎对，你搁读一遍，你搁念一遍，这个书你搁念一遍，互我听看觅。好，所讲干节，所讲干节，哎，安尼吼，干节个分明。好，人不知爱听伊传，伊不知有口舌，口舌是啥物？口舌，口舌，口舌是啥物意思？我嘛毋知呢。音是读对啦，我是嘛是讲音读对，但是口舌我毋知吼。口舌咱查者吼。口舌，伊个是变解，咬口舌，嘿，咬口舌，口舌，敢是文音迄个舌。啊，对，就是舌吼，本音。对啊，好，来记起来，口舌，好。伊不知有口舌，咬交背人
交背人，迄是头人，了解？歌听哦，歌听伊拢有交背着，哇，厉害！交背着。好，迄时做歌的人是讲正字，即个正字好，伊歌话会晓得，所以甲因不只有交陪，对安尼常常得到机会讲教会的事，互官员听。即个伊讲的迄个正字甲官话啊，系啊，应该是第一声吼，机会。啊，毋过即个伊讲的正字甲官话，敢是日本话？无，我看卖啊，伊这应该是嘿，也是台语。1895进前的代志啊，是讲大清啦。啊，毋过该无书敢毋是已经有迄个甲日本的总督也是官员去？迄是后来的代志。哦，所以讲伊的即个官话是清国的官话。清国嘿。哦啊，清国的官话敢是北京话意思？嘿，对。哦，好，即因个为我记得头前有介绍讲，即个讲严清华，伊敢若捌去过这支那国去遐，毋知做啥物代志，所以遐讲嘛。我袂记。哦，了解。好，了解。北京话好，我记者。北京话。我嘛敢若嘛是有印象，伊讲是去清国，也是倒位？嘿，来看觅。还是电脑怪怪。我记是敢若讲去天津啊，是倒位哦？会记啊？对，我对去个天津有印象。严清华啊，毋过是敢若细汉的时阵是有伫迄个24页，伊讲是出国去天津甲北京。是好，我画起来。去天津甲北京好，电脑怪怪，伊问互我画天津甲北京好。画好啊，所以伊就是讲伊煞学官话啊，就即个官话就是北京话，了解。好，多谢啊。好，即段即段已经读煞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哇，伫倒位煞袂记，你知？我只读是27页。27页吼。是。论团道理，伊真有细面，所讲简洁，佮分明。人不只爱听伊传，伊不只有口舌，交陪人，或是头人，官听伊，或是头人官听伊拢有交陪着。迄时做官的人是讲正字，伊官话会晓得，所以甲因不只有交陪，对安尼常常得到机会讲教会事互官员听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起头伫5个区做团道，后来派去新店，伫遐伊真骨力，招好。做骨力。安尼敢对？骨力。毋是，你头做 LA 哦，好，若是安尼吼，骨力。我想看觅为虾米你 at 会发音的
頭已經有去 T 嘅所在啊，啊，毋過聽起嘿，你若直接用英語讀，敢分得出來？Good luck， ？Good 係啊， luck，我是感覺我已經 T 有讀出來，Good luck，luck，你若 LAK 是 luck， 啊 LAT 是 lot， 係 lot，係啊，lot，所以是 lot， 唔是 lot。我唔是讀，我嘅舌頭有時囥佇 T 嘅位置啊，T 你個讀一遍，我聽看。毋過就是念出來，lot，安尼對啊，安尼正常啊。哦，安尼吼，啊，lot，我來試看覓哦，LAK 咧，luck，對，這其實這兩個是分別，應該是足清嘅才對，但是你定來甲 confuse，所以我一聽就聽出來。安尼吼，係，係啊，我毋知影為什麼愛安尼，我看覓吼，嘿。唔是，但是你若用英語較，你若用英語較有法度通分得出來，就表示講你有法度發來，只是講袂關係。係啊，毋過因為講英語會甲迄個 K 甲 T 嘅氣嘅音發出來 ，luck 甲 lot， 啊，若是台語迄個氣嘅音就無發出來，就無發出來，較歹分，係啊。但是迄個發音嘅位置是一模一樣相款的。因為我感覺我塊位置是安尼放嘅，啊，毋過迄個音聽出來就無法度較清楚。表示就是你發的迄個放的迄個位就無一定是毋對在，我一聽就聽出來，我一聽就聽出來就是。哦，嘿，因為 luck 和 lot 足明顯就無共嘛，對無？係啊，是啊。luck，係啊，足明顯就無共。啊，所以你若一講毋對，我就一聽出來。哦，好，luck，安尼，啊，若是 T 就是 lot。對，啊，所以是 good luck，嘿，我一聽就聽出。哦 ，good luck。嘿，對，這樣就對。 good luck。啊，你若講做 good luck， 我就一聽出來就是毋對嘿。啊 ，good luck。所以是 good luck， good luck， 這奇怪哦，這其實是真正是，就接近的啦。但是我是變成因為關係啊，就對我來講是足明顯的無共安尼。啊，但是其實我知影實在是太接近的，你真容易發問。我看覓吼，啊就 good， 啊了真 good luck。安尼 good luck， good luck， 所以我變成講我發音其實是較誇張意思啦，毋是，我是講誇張是講佇台語發音，佇台語發音安尼是正常，但是你若是 good luck， 嘿，但是你若講今仔日發英語若安尼發的，敢若有一啲誇張起來，有上誇張哦，了解。這是英語有個頭，但是佇台語這是正常。嘿，我個試一擺吼 ，good luck， 安尼咁唔對哦。嘿 ，good luck， 嘿，安尼就對。安尼 good luck， 嘿對 ，good luck， good luck， 啊個 good luck， good luck， 因為安尼講吼 ，AK 你的規個迄個舌根吼，啊規個扭對後壁去，啊 ，good luck， 應該講舌尖啊 luck 扭對後壁去 ，good luck， 即 LAK 哦，我即嘛是講 LAK 哦 ，luck， 舌尖呢規個扭對後壁，好 luck， 就個舌尖吐出來，好。所以兩個差足遠，一個是扭入去，一個吐出來。吐出來好 ，luck， 係 luck， 就是 luck， 啊 luck 就是揪入去 luck， 係一個揪入去，一個吐出來哦，完全無共哦。哦，所以我講來誇張一點，就是講，雖然伊是你來用英語發音，你會感覺足接近的，但是因為你無夠分開，所以才足接近。啊，足明顯的對話就是一個揪入去，一個吐出來，安尼就足明顯的。好
了解。有时啊，你骨力变成你也骨安尼是。无揪也无吐，因为我会听感觉怪怪，就是我毋知影你到底是发音对啊毋对，伊太接近的啊，你倒一个发声滚，哦是。发声滚，我无法度嘿去听得出来安尼。了解。嘿，好，骨力安尼骨力。对对对对对，嘿，安尼就对啊。骨力好啊，好，等来即句，嘿，至真骨力，骨力就好人来礼拜。嘿，不要紧，好，就是至真骨力你就好大家练人习啦，来礼拜。无急啦。我知影即嘛无法度开始你就有法度，但是你就爱会晓讲啊了，T 就是吐，T 就是吐出去哦，啊 K 就是揪你嘛，吼，啊吐就是 T 开头嘛，啊揪就是 K 开头的，对，所以你就用安尼记啦，吼，一个吐出去，一个揪你嘛，安尼，啊你发音的时候练习安尼，啊你这个关键爱知，但是我知影你做袂到，就是因为你袂惯势，所以常常了解。也没关系。嘿，啊，但是你一定爱知讲好，迄个关爱系。练习嘿嘿，爱知就是即个分别。嘿，对咧，分别你爱知影讲是到底是揪还是吐，是看到 T 面啊？是。嘿，对，你知就好啊，大家练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就好，继续即句吼。以前骨力就好人来礼拜。嘿，好，到1883年，嘿，伫淡水做。准嘿，准。嘿，多谢啊。好，做新学校的教员。好，迄段短短，你感觉来读？好，起头伫五股坑做团队，后来派去新店，伫遐伊真骨力，招呼人来礼拜。到1883年，伫淡水做新学校的教员。OK，这个继续吼，后一段嘿。新店我毋知，但是伫暗坑啊、安坑遐吼，有一个教会，算足古早的。我咧想讲，应该是伫遐才对。咁就是迄间教会。我无介确定，但是因为我知影即个暗坑啊教会是足久的。除了教会暗坑啊教会是足久啊，历史足久啊。哦，是。系啊，因为伊讲是伊个新店的马街诶，迄个新店的教会伫1874，不要讲1874，嘿，伊讲是1874年就有迄个有适合啊。新店教会哦。嘿，伊讲是新店教会，啊，毋过迄个新店，敢就是今仔日的。就是伊个范围，敢有到迄个今仔日暗厅，敢我就感觉奇怪，即两个所在遮近，敢有可能成一个教会吼？我查一下吼，稍等下。系啊，伊讲是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新店教会，伊讲是新店开破。有历史的介绍无？也讲无。我看伊敢有，伊讲伊有看到迄个是安坑哟，安坑。毋知影敢是共款的，抑是无共的。等下吼，我看觅啊。所以暗坑教会毋是。安坑教会是新店教会一个，毋过有一个安坑报道所。OK，所以应该是新店教会，确实是即马讲的是新店，毋是暗坑啊吼。OK，所以是新店无毋对。嘿，是。
这段你感觉你感觉读我煞也是，来继续，你继续读。好，后一段吼，好，第100五五月17日，这感觉是第8条，5月17日，17日，有设立伊甲陈英辉两人做牧师。对这点了后，伊点伫淡水斗料理教会的事安尼了解。这段嘛是短短，你敢买读一遍？好，你敢有法度甲这2、3、4、5、7、8用另外？我看卖吼，你文音甲白音，好，我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是白话，好，白音。文音我看卖吼，1、2、3、4，敢是4、5、4，第3条，1、2、3、4、5。6是啥物？6、5是第2条，向5。你即摆咧算的时阵，拢爱读本条，每一字都爱读本条。读本条，好，所以5本条是5，好。1、2、1、2、3第1条3，好3、4、4第3条3、4、5。6是啥物？5、6，敢是6个我唔知6，敢是6？是敢是第2条6？也是第8条6？是第8条6，敢是 K 结尾 K？ 第8条吼6。5嘛是5是第2声，第2条5，第2声好5、6。7敢是共款7第4条7 T 结尾第4条第4声7，敢是好78第4条8 7 8好98安尼8好9。对10是啥物？1010啦吼，但是10敢若咱读年份的时阵，读年份较无未用到，无用到即个10。好就是用空。好，来这段我甲读一遍吼。伫185五月17日，有设立伊甲陈永辉两人做牧师。对这点了后，伊点伫淡水斗料理教会的事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还有3分钟，应该会使有一段。好，迄点教会拄着，好，拄着种种的困着，有时会有互人抢。困着对，爱变调，困着，好，困着，有时会有互人抢，互人拍，拜堂互人踢，互人踢。若是有即款的代志，杨牧师不知尽力来说法。早年有拄着种种的危险，抑久伊拢无力打，亲像183第3角影
有拄着歹人困着，严牧师本身安尼写，该牧师甲几若个学生伫拜堂讲道理，遐个头人，因为又果是第二声，又是第八应声，该是食酒，食酒啊，应该是第八声吼，应该是第八条，食好，遐个头人食酒。食酒，啥物？假冒，吼，假冒食酒假冒，叫两三个大歹人用石头顶入拜堂，迄块石头拄对该牧师的头壳顶经过，有一块对杨牧师的耳仔边过，哇！这两块石头差一寸，两个人就死。哇，呵呵，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怎么来？好来，迄条教会拄着种种的困着，有时会友互人抢，互人拍，拜堂互人拆。若是有即款的代志，让牧师不知尽力来设法。昨年有拄着种种的危险，犹豫伊拢无力胆，亲像1883伫三角影有拄着歹人困着，叶牧师本身安尼写，该牧师甲几若个学生伫拜堂讲道理，遐个头人食酒假冒，叫两三个大歹人用石头顶入拜堂，迄块石头拄对该牧师的头壳顶经过，有一块对严牧师的耳仔边过。这两块石头相差一寸，两个人就死。好，好，10点半，好，到这就好。好，读到28页，嘛是袂歹，读到。